有人話世界係充滿住矛盾嘅，你嘅世界係安靜內向定係熱情外向嘅呢？ MBTI 就係探索你人生方向嘅第一道門。MBTI 咧其實係一個系統，幫助我哋去了解我哋嘅性格偏好、溝通方式同埋職業傾向。而佢有一個相似嘅兒童版系統叫 MMTIC。呢個系統咧就幫助我哋去了解小朋友嘅學習模式啦、情緒反應同埋行為模式嘅。不過由於小朋友嘅性格仲係發展緊，所以咧呢個系統係幫我哋理解，而唔係去定型小朋友。好多爸爸媽媽咧都會以為內向嘅 I 人就係有社交障礙，外向嘅 E 人咧就一定係活潑多嘢講。其實 I 同埋 E 嘅核心分別唔係嚟自於佢哋怕唔怕生，而係咧嚟自於佢哋嘅充電方式。簡單啲嚟講，I 人就靠獨處充電，E 人咧就靠社交充電。試諗下，一位 I 人嘅媽媽喺工作咗一日之後，返到屋企其實已經能量耗盡，淨係想靜靜地咁睇書。但係佢個 E 人小朋友就一路想扯住佢玩，同佢分享嗰日學校發生嘅事。結果 I 人嘅媽媽就覺得煩躁，E 人嘅小朋友咧就覺得媽媽冷淡。到底 I 人嘅父母可以點樣照顧好 E 人嘅小朋友呢？簡單啲嚟講，家長可以直接用一個方法同小朋友講：媽咪啲電而家紅晒啦，你要俾20分鐘媽咪叉電，我先可以繼續同你玩。充電之後再全神貫注聽佢講10分鐘，唔玩手機，唔分心，俾有質素嘅陪伴。能量係有限嘅，但係愛係無限。呢個咧就係家庭溝通嘅基礎啦。